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8。约翰一书5章10安尼讲：信上帝的囝的人，伫心内有这个见证；毋信上帝的人，就是看上帝做白贼，因为伊毋信上帝为着伊的囝所做的见证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信你的囝耶稣基督，就永远的见证伫阮心内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阿乐伫你的面前敬拜你。尊重你，学罗你，尊你最大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、掌管万物的活命主宰。你的慈爱永无改变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伫阮还未明白你的时，你就大声竞选阮做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伫阮软弱失迷的时，你犹原用无比的疼来怜悯阮。主啊，这一切恩典，拢毋是阮应该得的，乃是因为你奇妙的主权，甲无比的疼痛。因为安尼，阮要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愿阮的心成做生命活活的见证，来荣光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